大家问千万二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行政院提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草案，针对诈骗的金额若是较悬，按算要提悬刑期。像讲诈欺的金额若是有100万的，上少判3档，上济判10档的有期徒刑，佫会当变科罚金罚3000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制止制第3条制度的制。制就是法度规定的意思，咱讲法制，若是限定袂当超过一定的范围，咱讲限制，嘛有人讲是制限。用强力来控制，或者是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咱人的行为，咱讲是强制。规定嘛有人讲是制定，制定大家爱遵守的规定，就是制度。若是限制袂当伤过超过，就是爱有节制。若是团体有统一规定样式的服装，咱讲是制服。这嘛会当讲是请西工来压制线轨，像讲这几神这线，也就是定线定线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制宜，意思就是用适当的方式来应付；第二个词读做制限，意思就是限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观光区的游船会制限爱到20个游客上船才会开船，也毋过嘛因时制宜，若是小月有人客上船就会开啊。今仔日了解这一字读做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